一夜落锅一夜飘，一夜离面又出刀。这首打油诗生动描绘山西人削面时的功夫和气魄。现在台湾有传人，因为这样的面才会长，才会薄，扛在手上有幅度，这个面只能够保鲜1天而已，所以没有卖完就丢了。张仁谦一家全是虔诚的关帝信徒，远赴山西拜师，只求一口到底。我牛肉再怎么会卤，也不容易出名，所以只能够在面上面动手脚。就好像我要来台湾跟人家学煮蛋炒饭，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，怎么要学嘞？削刀也是关键。别人没有这把刀，这把刀我自己做的。这个地方你可以摸摸看，就很光滑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 KK， 乍看之下很简单，可是我也做了很多把失败的，我没有一技之长，我就靠这一把刀。每天烧14个钟头，张仁谦回忆，刀下功夫扎实讲究，而面条也讲究色香味，加入竹炭破出美丽花纹。那个面会整个像大理石的花纹一样，整条黑的大家都不吃，现在把它改成和在一起，感觉像大理石，小朋友都抢着要吃。开店3年，不少死忠顾客，还有人每个礼拜从中立来报道，除了吃面，兼看表演。哇，所以这厚薄度都要一样。对。是你懂吼，手艺很好啊。花时间练习哦，亚欧好基丢，这要学多久？大萨某空装，要看每个人不一样。每个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学多久？我学了2个半月。每天这样？对。在台湾吃一碗面，你可以吃到大江南北各种不同口味。郭老板说，他就是因为要知道山西刀削面最就近、最道地的做法，所以真的跋涉千里去学。而就是因为要不一样，才真的能在市场里面找到机会。亚欧福记酒，国沙无强用；亚欧福记酒，国沙无强用。